清到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初9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今日半暝饭店街小连续发生2摆地动，拢真摇。不过这摆国家警报系统却无弹。气象局长地明电视表示，虽然2摆地动规模拢超过5，不过干宜兰的进度是4级，其他的县市拢无达到4级的标准，所以才无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伫今仔透早连续2遍的有感地动，有真侪民众自困梦中惊醒。2遍的震央拢伫咧宜兰，第一遍伫咧透早0:56分，规模5.5；2分钟了发生第2遍的地动，规模5.7。2遍的地动摇的程度甲初7透早的地动比差不多，不过拢无受到国家警报的通知。对此，气象局局长陈明典伫 FB 回应，讲爱地动规模5.0以上，而且任何一个县市政府所在地震度到4级以上才会发布。伫今仔透早2遍的地动，规模虽然拢有5以上，不过即个第2遍的地动，宜兰的震度有到4级，其他县市拢无到标准，所以才无发国家级警报。另外，伫天气方面，明仔载是过年前一天，受到方面影响，有可能会落雨。我们预估这波锋面影响最明显的时间点，就会在小年夜的晚上到除夕的上半天。这段时间，全台各地天气不稳定，会容易有局部的阵雨，甚至是局部的雷雨出现。而同时，这段时间台湾附近海面的风浪也是比较大。另外要提醒，在10号，金门、马祖以及中南部地区容易有局部雾出现。气象局讲，伫过年迄天，方面慢慢离开，雨会较细，不过东北季风搁再增强，正去初1到初3，北部、东北部云较多，有一寡所在会有短暂雨。中南部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早暗暝温差较大，连到最后2天天气会较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东北季风影响，天气甲昨昏差不多。伫桃园以北甲东半部有短暂雨，来看温度。今日伫基隆、北海岸、宜兰雨会较粗，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明仔载拜3小过年，对明仔载暗开始，全台湾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东部、东南部嘛会落局部大雨。拜4、30暝迄天，会知影会受方面的影响，会继续落雨。不过对下晡开始，方面通过，换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转凉，有短暂雨。中南部水气就较减，会转做多云的天气。过年期间，西半部、中南部、金门、马祖可能会大雾，会影响能见度。若中南部空气品质也是柑仔色的提醒到红色的警示，等雨来，空气品质才会较好。中南部空气品质歹，环保署讲政府已经有做出应用的措施，嘛强调讲最近的天气遮尔歹，空气品质遮尔无好，拢是因为天气的影响。中南部空气品质持续不良。早起10点外，有30个测站显示红色的警示。这波空气污染持续几夜天。气象局指出，这段期间台湾的顶悬持续有高气压，让天气更较稳定。不过嘛，地势热温层压落来，让下站甲顶站的空气无啥流动的空间。这种气象的条件是无真接快。那通常在这个季节，气候平均上，就是说我们的中南部混合人高度可能是800到1000米左右。那最近我们常常量到的是400、200，甚至曾经有一天低到100而已啊！基本上就是地面的污染，没有地方可以垂直扩散。早起环保署邀请气象局甲台电等等的单位说明空气污染应变的作为。讲这段时间，小土团的机组持续降载，减少发电有到7成。其中南口电厂嘛头一届配合降载。其他污染的大雨嘛配合减少排放，像比如说中钢，如果有不良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会要求中钢也要降载。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过年民众无法度出国。台电指出，居家的用电会比去年增加差不多80万千瓦。若是拄到空气品质不良的时阵，会加强土炭甲天然气电力的调度。那我们一样来蒸汽解煤，在空品不良的时候，也会配合环保署的一些预警来进行的。燃煤的降载。环保署预估，中南部空气品质爱到初10，也就是围炉前一天才会改善。不过初1开始，大气的条件佫会变作扩散不良，会转做柑仔色的提醒。初4到初6，部分地区可能会是红色的警示，提醒民众都要注意。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地检署侦办劳动基金炒股票这个弊案，昨昏起诉劳动部劳金局投资组前组长尤乃文等人，计共12个。台北地方法院昨嘛裁定尤乃文继续收押禁见，另外4个被告先交保。因外头查兵上警备车，因为劳动基金炒股案和检方起诉的劳金局国内投资组前组长尤乃文，催买案8月开2审庭了，裁定尤乃文继续羁押。共案的另外4名被告是交保，验过限制大沽出境出海。可以回家过年了，有什么话想说吗？在过了过年进前，检方甲专案侦结，起诉尤乃文、保家资产的执行长董楚烈、投资主管区员。豪华、统一一个群益等投资高层等12人，检方批评尤乃文担任劳金局主管重要职务，无保持青年操守动物私人利益。尤姓被告位居劳动基金运用局之要职，对内霸凌下属，对外仗势滥权，且犯后仍多方誓词狡辩，请予从重量刑。这件劳动基金弊案由保家资产的区路员地中牵线，伫台北市一间私人餐厅宴请尤乃文、豪华投信投资长区明强、投资副总刘建贤等人。这顿开6万由保家出，结束了，尤乃文就开始涉嫌强势指示豪华统一、群益等基金代操款商，自1809年8月开始，利用劳动基金进场，关价买入原牌股票。和保家资产交换投资，会当甲手内股票卖掉换现金，迄日4.5亿，验过算造成劳动基金亏损上千万。唐姓及邱姓被告为投资公司之高阶经理人及管理人，竟妄图借由不法手段谋取私人利益，法治观念甚为薄弱，均请从重量刑。劳动部伫去年9月接到检举，尤乃文的部下。伫介绍收的时阵，买原牌股票颠倒予尤乃文骂，也个违反规定，亲自向基金业者下单，和劳动基金亏损。即马尤乃文因为不法作为被起诉，也毋过伊也个有9000多万的不平存款，也个当作相关的款项，明明知影尤乃文违反契约，为什么又愿予伊直接下单买股？检方也过查，劳动部伫咧吹背讲，已经甲尤乃文记2大股免职。过年后会电话劳金局局长蔡宏清，目前由处长林三桂暂代。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关心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民众是发动大规模示威。军方即马宣布讲，第2大城要进入戒严的状态，嘛打算有要出动武力来镇压。军方嘛头一摆透过电视对外讲话，表示讲因政变是有正当的理由，紧急状态结束就会举办自由公平的选举，也毋过并无讲出时间表，嘛无讲到封口下的翁山书记，也有街头示威的代志。国营缅甸广播电视台 MRTV 吹背发款信，警告讲无排度用武力镇压。အုပ်စုပွဲအတင်းကျပ်ပြုခြင်းနှောက်ယှက်ခြင်းချိန်ချောက်ခြင်းများထိဥပဒေကိုချိုးဖောက်မှုချို့ရှိလာခဲ့ပါသည်當局暗時宣布第2大城話長期的定戒嚴，暗時8點到透早4點宵禁。缅甸幾多個大城市連續3天出現大規模反政變示威，出家人以和人員攏上街頭，壓力愈來愈懸。頂部警察佇首都奈比想要用水炮趕示威民眾。國防軍武裝司令敏昂萊發表電視談會，強調軍事政變的正當性，也講軍方是根據2008年憲法宣布緊急狀態，也講接落來會舉行大選，也毋過無時間表。ပြဋ္ဌာန်းချက်များနဲ့ညီ UEC လွှတ်တော်နဲ့သမ္မတတို့ထံမဲစင်းများဖြည့်ရှင်းပေးဖို့တောင်းဆိုခဲ့ပါတယ်။အစဉ်စဉ်တာဝန်ပြက်ကွက်ခဲ့ကြပါတယ်။တာဝန်ရှိသူများအနေနဲ့အကြောင်းမျိုးမျိုးပြဝေတာဝန်ယူမှုတာဝန်ခံမှုတွေပြက်ကွက်ခဲ့တာရှိပါတယ်။1962ခုနှစ်နဲ့1988ခုနှစ်ကတာဝန်ယူစဉ်ကာလဖွဲ့စည်းပုံများနဲ့များစွာကခြားပါတယ်။ကျွန်တော်တို့မလွဲမချောင်သောအကြောင်းများကြောင့်သာအရေးပေါ်ကာလမှာတာဝန်ယူရထားခြင်းဖြစ်ပါတယ်။敏昂萊20分鐘嘅電視談會，攏無講到緬甸政府實際嘅領導人翁山書記，也無講到反對這場軍事政變所引起嘅街頭抗爭。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介鄉親做伙關心今仔日的早報重點，咱先來看聯合報。美國總統拜登接受媒體嘅專訪，伊表示希望定前總統川普任內美中政策。就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心內無民主，也毋過兩國也是會使避免衝突。來看《蘋果日報》，
最近正前的语音社群软体 Clubhouse， 因为中国一开始并无禁止使用，所以有一寡中国人就伫顶头针对敏感的新疆议题、香港议题发表想法，想要讲啥就是讲啥。结果昨昏中国官方随封锁。来看自由时报。过年休7天，国公局讲，今日过昼了后，可能就会出现回乡的车流量。交通部长林佳龙嘛警告讲，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想要家己赛车的人应该会变多，所以高速公路应该会比因过年也搁较塞。加上落雨，恐惊会太甲搁较吃力，乡亲爱有心理准备。另外，为着要透解东部的交通，苏花街春节的期间，嘛开放大客车会当驶伫路径。来关心桃园病院军事感染已经收尾啊！疫情指挥中心昨昏公布结案的报告。另外，昨昏咱国内有新增加一个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是对英国来的。国内个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个案，是台湾籍20多岁女性，伊伫咧去年2月份去英国做工课，期间捌接触过确诊个案，去年12月份出现症状，采检确诊了后就医，今年初恢复了后采检是阴性，才坐飞机登来台湾，去集中检疫所检疫，期末采检是阴性，继续自我健康管理。毋过2月初5进行自费采检，结果所出现阳性。5日到医院自费采检，那于今日确诊。那已掌握个案接触者共18人，那其中1人列为居家隔离，那其余9人因为适当的防护，列为自主健康管理。因为要过年啊，小连续有民众回顾，伫咧隔离期末了后无症状确诊，敢是爱伫隔离期末了后普遍体检。指挥中心强调讲，因为这个个案的传染力低，所以目前未考虑。若是顶一日确诊的一个个案，第925例，伊伫咧1月初8拄美国登来台湾探亲甲处理公务，检疫期末了后无症状，开始伫台湾上班。因为需要过去美国自费采检了才确诊，这个确诊者去互投诉，伊甲医疗人员讲家己拢有挂喙炎，毋过其实伫咧台湾上班的期间拢无挂，而且佮规个工厂走透透，佮甲2个警员接报，有传播的风险。因为疫调的时候有询问其他的同事啊，那其他同事在当场是没有说他没有带，没有办法保持1公尺，而且上班时间超过15分钟，这些也都框起来就是必须要做居家隔离跟采检了。那这个人数总共有16人了。若是玻璃糖病院经过清零专案，伊个过年了后开始豆豆恢复营运。指挥中心嘛伫咧8日公布结案的报告，认为讲即届军事事件随本过程当中，小连续扩大采检，毋过病毒传播的速度真紧，个人的潜伏期无共，采检的时机是真大的挑战。未来若是有即款的案件，会来斟酌采检的时间点。记者综合报道。桃园病院对1月12头一个医生房画着了后发生群组感染，头尾有20个人去画着。桃园市长郑文灿昨昏是宣布讲，即马桃园病院甲社区的清零计划拢已经完成啊，嘛强调讲，即阵桃园已经是无风险啊。若桃园病院伫过年了后，嘛会当恢复正常。玻璃糖病院群组感染第908例，经过14天经报解除，毋过上尾卡热大溪老街这段时间的生理率真济，其中即间8年的油饭老店，人客至少6、5成。头家感谢这段时间支持的民众，无分桃园的还是外县市，拢替因加油。桃园人要支持桃园人啊，可是他们其实也很害羞，他们会在结账后，或者是吃完出店门的时候，就会偷偷看我一眼，说：“老板加油。”之后的大概2至3天，就是开始有一些其他县市的，他们是表示虽然不方便到现场，可是他们是用那个宅配的方式，就跟我们直接下订单这样。桃园市长郑文灿去老街食油饭，替店家来赞声。伊强调讲，桃园毋是疫区，大溪老街包括餐厅、公共区域都已经彻底消毒真济摆，欢迎大家来桃园佚佗。布桃清零计划、社区清零计划都已经完成，我们最后一个足迹是大溪老街。那么这个908的足迹到今天刚好14天，那所有接触的对象居家隔离后，那么已经确定没有风险。那所以大溪老街是安全的。桃园市初8邀请辖区内99责任病院召开联络会议，玻璃糖病院院长齐英玲3届向大家责任病院来说道谢。玻璃糖病院是桃园市重要的医疗用灵，预计年后来恢复营运。市长郑文灿是全力支持。所有的同仁呢，士气都非常高昂。我们现在正在草拟一个复原计划，要送到疫情指挥中心去给他们审核。然后审核完毕以后呢，就如同刚刚讲的，预计在年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我们正常。我们会支持布桃在年后重新营运。
因为部桃是桃园非常重要的医院，部桃营运的时候会送部桃一个大礼，我们会捐赠医疗设备，给部桃，让部桃能够未来做得更好。洪邀请来参加的前副总统陈建仁嘛肯定保利桃园病院依赖感染控制，嘛表示桃园病院的经验会当提供给世界来做参考。保利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经过1个月，桃园市长陈文灿感谢中央甲地方防疫团队的协力合作，嘛希望透过这届联防会议，提高桃园的医疗量能，和市民就医的权利袂拍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例，死亡人数有22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是928例。中国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万例，伫日本已经超过4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700万例，印度是超过1000万例，巴西超过952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397万例，伫法国是超过340万例。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专家小组即马伫中国嘅武汉要调查病毒嘅源头，其中有个专家是对外表示讲，因已经伫华南海鲜市场找到重要的线索，车站要离开中国进前就会公布细节。目前当地的中国武汉追查疫情源头的世卫专家小组，进前已经有去华南海鲜市场、甲武汉病毒研究所等等的所在。专家小组的成员英国动物学家达扎克，伊讲目前已经伫华南海鲜市场发现重要的线索。The Huanan seafood market has been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site to look into. So we've traced back sample custody into the labs that then produce sequences, and we've looked at different sequences and tried to trace back to where those samples came from, which patients, etc. 达扎克讲，虽然市场已经关起来彻底消毒，不过反而留落来器材还有工具会当来做研究。不过暂时无方便讲伤济。这资讯按算会伫咧车站专家小组离开中国进前公布，伫这进前拢爱保密。也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受访的时阵讲，中国真支持专家小组，讲因是真正的科学家，嘛互专家小组调查报告受到大家关注。也若香港疫情是小问题，为了阻挡疫情拓开，政府已经连续8天封区做检测。我覺得係好嘅咁樣，我覺得政府政策冇錯，係執行嗰啲講得難聽啲廢嘅。做咗咁嘅行動咪好咯，揾到真係有病嘅人。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持續增加，政府展開強制檢測，採備紅磡、旺角等等受到限制的區域已經完成檢測，目前發現4個確診的病例。政府表示會另外公布解除封鎖的時間，居民若是有提出陰性的證明，或者是有掛手環的，才會當離開。也若中國採備無本土確診的患者，新增加的14例攏是境外移入。當局表示，這是因為伫新疆進前疫情有受到控制。記者綜合報道。歐美真濟國家即馬已經咧做移風車，但美甲瑞典最近嘛宣布講，因想要推出移風車護照、移風車證書，做過車的人就會當出國啊，免受種種的限制。也毋過有人認為講，這款做法是限制人民的自由，嘛侵害個人的資料。去酒吧甲朋友談天說地，對一寡國家來講變作遙遠的距離。不過隨着真濟國家開始做新冠疫苗，要轉去疫情進前的正常生活，好親像等會到。就親像丹麥政府就提出開發數位疫苗護照的計劃，讓做完疫苗民眾會當自由行動。安尼有助放寬限制措施，一定3至4個月後就會當開始來實施咯。Men der er jo også dele af det danske samfund, som har behov for at komme videre. Der er et erhvervsliv. 那丹麥、鄰國嘅瑞典嘛表示，打算喺今年熱天推出疫苗證書，計劃加世衛以及歐盟合作。Inom ramen för EU så förs ju diskussioner om hur vaccinationsintyg ska kunna införas, vad de ska kunna innebära. Och den förs i EU, den förs också inom ramen för Världshälsoorganisationen. 若推出疫苗護照，甚至就會當予商店重開，旅遊限制放寬，甚至予做過疫苗民眾免隔離，目前攏還佫唔知。歐盟也考慮推出疫苗證書，目標是今年熱天，予歐盟各國中間會當自由移動。就算講真正順利推動，也唔是講完全攏無人反對。就親像可能會擺進特定族群的社會參與，也加疫苗護照點關敏感個別資料是唔是會洩漏，這攏是正麻煩的問題。丹麥哥本哈根找到幾多百人走上街頭。
来反对疫苗护照。因认为讲，这等于是强制国民爱注疫苗，个人的自由会互人进一步限制。 So the task that, as a team, we set ourselves was how can we produce a vaccine certificate which in the end only has 2 bits of information in it. One is, has this person been vaccinated? And the other is, what does this person look like? You really don't need to know anything else at all. 疫苗护照的计划得到真侪间航空业者的支持，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也推出着所谓旅行护照，透过手机的应用程式 App 查询行程的核酸检测，一甲疫苗注射状况。阿提哈德航空、甲阿联酋航空也已经大声宣布会参加试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来关心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冰河涨起造大水，大水是冲害水坝，即马造成12个人死亡，192个人失踪。大水退了后，搜救队出动大型机械，想要甲冻伫泵坑外口的土甲碎石清掉，因为抑佫有人封掉伫咧泵坑内底，要把握黄金的救援时间。 करीब 180 मीटर का टनल है और एक आउटलेट टनल है जहां से हैं जो 30 से 40 वर्कर्स हैं फंसे हुए हैं कल से तो उनको निकालने का प्रयास है। 真大的水坝去互大水冲甲放起，现场密密茂茂。印度东北部的北阿坎德邦，伫咧当地时间初7早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崩落，地势河川造大水，水流甲真紧，而且有大量的冰石、岩石甲土沙，一路冲落去山谷下骹的水坝。 看到的人第一时间就甲画面翕落来，而且大声喝休，因为冲过水坝了后，大水流向附近的庄仔头，而且水流甲真紧，互真侪村民拢袂浮走。具体死伤人数，官方也搁伫咧掌握当中。啊，毋过另外一边受灾区是传出好消息，12个封掉伫咧发电厂泵坑的工人，伫救援队的抢救之下，真好运的互救倒转来。啊，若是大水嘛严重阻碍到主要的交通，政府先紧急疏散附近的居民。 ये सब गर्मी के कारण है ज़्यादा गर्मी पोल्यूशन अब रोड भी बन रहा है बहुत ऊपर तक उससे भी बहुत हमारा नेचर बहुत खराब हो रहा है उससे 2013年，北印度的落雨量增加，引起大水灾，造成6000个人死亡。其中北阿坎德邦的灾情上严重。专家特别指出，喜马拉雅山的地质真敏感，无适合开发。这个去用枪甲放起的2座水坝，拢是起伫咧国家公园区的边啊。 敢是因为人为过度开发，才会地势灾难来发生。政府已经针对这个代志来开始调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东京奥运今年刚要举办，即马全世界拢真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是头摆表示，伊希望会当照常举办，也毋过嘛讲，一切也是要参考科学数字来做评估。 俄罗斯指控瑞典、德国、波兰的外交官支持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全要甲因赶出境。这3个国家即马嘛要反击啊，要甲俄罗斯的外交官赶出去。美国众议员莱特为着试验过身，是美国头一个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试验过身现任的美国议员。伊在世进前是拢真支持咱台湾，替台湾赞声，替台湾讲话，嘛连续支持几项支持台湾的法案。 来关心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昨是讲，伊要争取国民党的提名，去拼2024年的总统大选。伊嘛讲，伫过年后就要成立总统竞选办公室甲竞选团队。一行出电梯，卡梅拉就翕无休困。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赵少康顶礼拜正式登去国民党，红聘做中常委。 原本的目标是参选党主席，不过初八阁宣布会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4年的总统。赵少康强调讲，参选的政见头一个就是提出两岸的政策。第一个就提出两岸政策，要早讲嘛，还有3年嘛，有很多的观念不是一讲你就懂的。比如两岸我政策一提出来，可能被骂得一塌糊涂，民党骂，但是慢慢去想啊，看对不对啊。赵少康回回讲，宣布参选总统，不是要卡朱立伦的位。 未来嘛有可能甲韩国瑜、王金平、马英九、江启臣等等的人来结名。还佫讲申请了后，就要成立竞选团队甲办公室，嘛有可能会安排编辑，专门对付网军1450控。不过若党内初选失败，伊嘛会接受。初选书的话会脱党吗？不会，哪有初选书就脱党？哪有这么没有风度的？你愿赌服输，你不能参加了人家的游戏，然后又不承认这个游戏不行。 赵少康捌表态，若选调总统，要甲52台幸福中天。初八进一步说明，针对 NCC 独立机关的身份提出质疑。
号称独立机关都不是真的独立机关，都可以作废。NCC 不由政府来提名，由民间自己组成也可以。啊，这就是有好几种可能性嘛。啊，都可以考量的。这怎么样真的对媒体公平，然后是媒体觉得是合理的，我觉得就那样做。赵少康表示，伊无讲要停止罢免内底走票的立委，已经发动当中的罢免，伊无要干涉，嘛无要禁止。不过罢免完结了后，建议拿力会当坐落来好好啊讨论，若无罢免案是一直会出现。针对赵少康的布局，国民党回应讲，真欢喜看到有优质，为着国家的前途展现积极的态度。在公平的竞争之下，展现争取重新党的执政野心。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拼，咱来看今年美式卡球超级杯，谈判湾海盗队最后是以31-9踢赢，写落来史上头一摆有球队伫主场摕到冠军的纪录。印尼美国超级杯美式卡球赛总决赛。虽然疫情照常举行，由地主的谈判湾海盗对堪萨斯的酋长，结果球也是留的较险。海盗43岁4分卫布雷迪29遍传球21遍成功，3遍打准，硬是甲酋长4分卫新人马霍姆斯比落去，成功逆转战局。最后帮助海盗31-9收下地主第2座冠军，个人也是第5遍摕到超级杯 MVP。这样是史上第一遍有球队伫咧主场摕到冠军。Oh man, this is really cool. It's been on my bucket list to go to the Super Bowl, and the Bucks win it. It's been awesome. This is amazing. You know, Tampa's a cool place, and it's been a lot of fun. Oh my God, I was so excited. This is like a once-in-a-lifetime experience. So. 为着要保持社交距离，今年这个号25000位观众入场，这个满席的1/3。每一个人除了挂水烟，一个分互因笑面的面具。集管局事先再三希望民众唔通大声喊声，莫伫咧人多时阵去便所。为着要向医护人员致敬，邀请7500位医护人员免费看球。So I'm a physician assistant. I work in the emergency room. So yeah, they had us enter a lottery because we were frontline workers, and I just got lucky enough to get a ticket. And here I am. I never thought I'd be here in a million years. Today, we honor our 3 captains. 另外，伫开场的时阵，也请捌伫咧拜登就职时阵表现互人真懊恼的22岁非洲的女诗人高曼，朗读伊上新的作品《祭送队长》，送向疫情期间3位坚守工会的工作人员，分别是教育工作者、教护病房护理师、甲陆战队退伍军人。这场比赛除了比球技，也考验美国伫咧疫情期间办大型比赛能力。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辑。其他消息咱关心疫情指挥中心昨表示讲，咱台湾买到 AZ 的预防车，头一批20多万吨，上紧伫2月底就会送到咱台湾，所以按算3月份开始就当开始注射。不过即马有外国的研究是表示讲 ，AZ 预防车保护力较烂。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去斟酌国际上的相关的报告甲研究，政府会开摕来做参考。台湾采购的 AZ 疫苗有机会伫即个月送到位。指挥中心证实，这2天甲供货商联络，确认第一批会有20多万剂。若有顺利，上紧有机会3月份开始做。不过最近有外国的研究显示 ，AZ 疫苗对南非变种病毒株保护力增加。南非嘛因为安尼，宣布暂停做这支疫苗的计划。资料上面看起来好像是打疫苗跟没有打疫苗的2组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差别。不过当然一方面是这个样本数还不是很大，那所以在统计上也许还有一些斟酌。我们使用任何一种疫苗，因为都是所谓的在国外也是紧急授权使用了那所以他们持续后续都还有一些新的一些资料陆续进来。AZ 疫苗顶日还佫伫国际上传出临床试验当中，发现针对65岁以上的社会人保护力有限。指挥中心回回讲，这是无影的风声。感染科医师分析，其实疫苗伫无共的国家甲地区，注入了后的保护力原本就有偏差。不一定就完全能够归因在一个变种病毒上面，因为我们以前的不同的疫苗试验在不同的国家，本来就会有效力好跟不好的一个结果。像轮状病毒疫苗，在欧美国家90%、80%的保护效果，到了一个低收入国家，它的效果就40%-50%，它的效果可能会降1半左右。因为台湾上优先摕到的就是 AZ 疫苗，
所以 AZ 疫苗的保护力真受到民众的关心。目前国际上有研究，AZ 疫苗伫注2档的时间久长了后，保护力会提悬。感染科的医师认为讲，因为台湾毋是疫情严重的地区，若是最后确定注2档的时间要久长到12礼拜，嘛袂有伤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民众拢改用电商平台咧买物件，透过电视、手机也是网络咧买。若去年电商平台申诉案件就有4200件，其中虾皮这间有上济，是有2000件，另外某某嘛有上千件。消保官是表示讲，上较主要的拢是产品出现争议。疫情发生了后，伫网络买物件是出现爆炸性的成长，真侪民众会透过电商平台，尤其是虾皮的业绩是抢甲掠白条，毋过消费争议真侪，真侪民众爱讲产品毋是退换会真麻烦，若无就是产品有问题。虾皮的时候有一次不好的经验是，我们拿到货的时候品质就很不好，口罩有味道啦，像这链子啊掉了什么的。根据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的公布，2020年6大电商平台申诉量以虾皮的申诉案件上济，规年要到2029件。国内第一间申诉案件超过2000件的电商，申诉案件嘛比去年成长65%。第二是富邦某某，嘛有1049件，6大电商加起来4243件，甲顶一年比起来大幅增加45.2%。电子平台这个很少有破2000件的啊，虾皮要打破这个记录。那某某的话，去年600多件，今年也要一次冲破1000件，这两个那个加起来就占了所有的那个电商纠纷的3/4。消保官表示，申诉案件类型的前3名，伊有问题物件上济超1035件，第二是出货争议超505件，主要是商品的数量、色水等等的错误，也是讲出货延前等等，无遵守7天调度期超有246件。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的厝伤贵啊，买袂起。根据台北市的民政局上新的统计，台北市的人口伫今年正月无到260万人，这甲5当前比减10万人。有卖厝的业者就表示讲，这个人拢是刷去新北、基隆、甲桃园较济。伫台北市信义区，何讲全台湾上贵的投资银行一户爱卖18亿。加做台北车花主体支票建筑，毋过台北首都的厝价真悬，真侪人选择搬离开。根据台北市民政局最新的统计，台北市人口今年1月份无到260万人，甲5年前比起来减107000人。信义区甲万华区是咱上济行政区。轨道建设、捷运相关的这个台铁捷运化之后，它的轨道建设会比较成熟，所以我们一般的民众会选择，就是我选择比较低的这个居住成本，然后用交通的这个时间来换取。民政局分析，台北市人口负成长主要原因是交通发展，北北基桃的生活圈渐渐扩大。这2年的资料显示，大部分拢搬去10至10.3顶埔，这寡所在的共同点拢是轨道建设发展甲真完备，民众方便交通。新北吧，桃园太远了。如果有捷运的话，当然是比较方便一点啊。对，就北部来说有捷运，然后地价又比台北便宜的话，可能就会考虑。房产业者指出，台北市除了厝价真悬，佮欠地，都市更新甲围路中价嘛整合困难，尤其是新案的价销真悬，民众较好负担。毋过附近的外县市交通比过去较利便，而且社会福利提悬，像讲桃园的生产补助较济。龟山一带的话，因为它有这个捷运机场捷运的关系，然后另外的话，它这个通往高速公路上面的客运的车次，通往台北市的还蛮多的，所以会吸引到很多他可能会考量，就是在比如像说 A7啊等等的区域。桃园中卫区甲航空城优势，看起来拢会起价。业者嘛分析，桃园龟山目前的厝价也伫咧1平20几万，对头一届买厝的人来讲，相对是有能力来负担。台北市府是要透过社会主体建立青年的创业基地，来吸引少年人来定居。记者综合报道。伫夜市也是大街路，拢有人在推销美容的产品。你甲人带入去做体验，就开始推销，逐罐拢叫你开开，互你试验。毋过尾开开的拢袂使退钱，这是诈欺，也是消费的纠纷，回袂清。台中的消保官伫去年就收到超过300件以上的申诉。摕到保养商品，徛伫电话卡，甲过路的民众询问讲是毋是要试用。台中有一个民众，都是因为这种的推销方式歹势拒绝，互人带入去店内体验。事后发现店头已经直接退伊入卡，而且一个路道6万外，想要退回，阁因为商品已经拆封，互人拒绝。当下会不知所措，觉得说哦，所以我现在是已经消费了嘛，而且他还就是说。
我帮你看你的卡有没有什么优惠之类的，直接把你的卡拿过去做刷卡动作，并未经过你的同意。直接来到防投诉的点头，对民众的指控，业者强烈反对，强调讲无可能强迫消费，更加袂伫无通知金额的情况下入卡入卡。你强迫消费，为什么你要自己拿信用卡出来刷？今天我销售你，你不愿意，你会拿卡给我吗？我会从你口袋去挖你的钱包吗？根据台中市法制局消保官室的统计，这种的美容消费纠纷，去年成案的就有328件，将近5年达到1264件，真侪拢是因为金额伤贵，事后无法度退回这问题。有民众一个入卡就消费10多万的保养品，是在街上访问签下了这些美容商品的服务契约，这其实基本上都是访问交易，消费者可以行使7日犹豫期，就是说我可以在7天内跟业者主张我要解除契约，返还商品。消保官表示，因为被投诉的业者确实有提供商品，完后有提供服务，所以无构成刑法诈欺罪，所以建议民众互人推销的迄当时，若说无想要买商品，唔通歹势拒绝。这种的访问交易，商品保持完整7天内，拢会当依照消保法解除契约。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伫网络的时代，愈来愈侪人改伫线顶买物件，有的是买册，也是买物仔。毋过电子册嘛愈来愈侪，所以实体册店就愈来愈好经营。因搁伫屏东，即马独立册店是愈开愈侪间，目前已经有12间，尤其是胜利新村遮，一个村头就有3间独立册店，因是安那经营的，带乡亲做伙看卖。这是屏东的胜利新村，是地方的文创聚落，有经营侪餐厅、艺文展览，也阁有独立册店等等。屏东县大力推动活托，县内即摆有4间独立册店，得到文化部的肯定，争取到1102年度的推动实体册店发展补助。4家独立书店呢，以其优异精湛的这个经营策略跟在地人文的连结，获得文化部的青睐。胜利新村内底有摕到文化部奖助的独立册店，就有3间，也包括作家张晓峰的故厝，甲的永盛5号推出离开手机一个计划，希望民众会当脱离手机的世界，来遮体会生活甲文学。除了手机的讯息之外，还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手机以外的世界，让读者更能够亲近了解，说文学就在生活之中。屏东县总共有12间独立册店，屏东市内包括胜利新村内底独立册店就有6间。伫咧内部、潮州、东港、牡丹、恒春、甲小琉球嘛拢有独立册店，是全台湾独立册店开甲上捌的县市。推动阅读的一个重要据点之外，那么独立书店他们独特的这个选书的策略跟视野，还有在书店里面的这个策展，让民众也能够体验到不同的这样的阅读的风气。伫这个网络时代，对经营实体店面的册店是真大的冲击。不过，透过政府大力推动，屏东的独立册店以各种选册经营的策略，吸引民众来遮，亲身体验到册店内底无同的气氛，也通好带动屏东的册店甲活托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是农业大县，农村内底有真侪古厝。当时厝东北社区发展协会为着要保留农村的风貌，是专工甲社区内底芳香的柑仔店，即马定优册，保留古早味。即马是当地民众也阁有厝边斗博感情的好所在。这间有古早味的柑仔店，互行过的人拢感觉真眼目。云林县东势厝东北社区发展协会将废弃无得使用的柑仔店重新优册整理。整理就对啦，伊整理啦，足久的时间，豆整理，豆啊啦，一步一步分。较早就古早，阮伫遮咧做工课，嘛是一间歇棍是这间买。将柑仔店整理了后，加做社区阿公阿嬷的活动中心，长辈会当甲厝边运动开讲博感情。今天天气太寒冷了，所以我们手中长辈的血循要好，所以我们刻意会做一些伸展的运动，让长辈动动手、动动脚，让他的末梢血液循环可以变好，然后可以预防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面发生心肌梗塞的几率。当时自东北社区发展协会所改建东北柑仔店，伫2020年得到建筑奖，对内好时大有所在会当交流感情，对外嘛希望提升东北社区整体的风貌，带来这个所在民众有无共款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大稻埕的稻花鸡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办年会的大鸡，生意减2成。有头家甲本地互民众食根本试食的成本优待互人客，介绍会当算较俗的。嘛有店头即马甲利润较好的物件摆伫头前，要上撇步来销商品。要我过年的稻花鸡看过去人算阁袂少，虽然甲较早人满四川的状况袂当比，不过颠倒有民众感觉安尼设计较轻松。人潮比较少，但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比较方便，因为过去拥挤的话都试吃啊，那现在这样子也蛮好的。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府规定袂使伫车路边啊摆搭，互民众试食。真侪因过山卖的四手啊，嘛改用一包一包装。有卖海产大料的店头就讲，今年的生意甲因过比，大约减2成。为着要互商品较有销，有的店头就调整排列的方式。将人客较会买的物件放入我门口的第一排，嘛有头家降价，希望吸引更较侪人来交关。大部分会买的东西，我就尽量就展示在门市上，让客人看这样子，然后就是解说说这个东西怎样。毕竟老人家有上年纪，他们买过，他们都知道。就是会卖比较便宜一点把那个试吃的价钱优惠给客人这样1-20块这样子有的店头嘛配合网络行销，要赚钱，大家拢有撇步。稻花商款嘛表示，即马要挖29枚，买起有比前一阵仔更较好。嘛希望最后这几天会使冲买起，民众买了欢喜，伊嘛好过年。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要过年，屏东东港的花椒市场嘛无因过遐尔闹热。虽望鱼市内底有要求爱做好防疫措施，内底嘛袂使试食，也毋过人客无济，零清清。这是台湾的，这是进口的。花椒市场拢是现捞啊，毋若真鲜，鱼啊、虾啊、甲金啊，啥物海味拢有。毋过真侪档啊，煞等无几个人客来买。今年比去年还差呢，因为我们之前去年快过年的时候生意都还不错，可是今年人跟着很冷清呐。今摆要过年应该人会真多啦，毋过今年即马佫无啥人啦，无人啦，看即马这无人。这个卖沙西米的档啊，拢无人。头家讲，因即马做外送较济。东港的花椒市场有500个摊位，是全台湾上大的鱼产品直销中心。要过年啊，即马采购年货的民众豆啊较济，为着防疫，鱼市场严格要求袂使试食，业者甲人客大家拢爱挂喙罨。花椒市场属于开放市场嘛，无属这个疫情中心，会规范这个8大行为内底。但是咱管理中心严格要求，咱的摊贩本身一定要专程挂这个喙罨，游客方面因为咱无公权力嘛。但是我会尽力来劝导。拜托咱的游客，若是你来到咱市场内，会记将你的口罩挂起来。其实，伫市场内底，游园有游客无挂喙罨，鱼市场已经公布伫门口大公告提醒。虽望防疫嘛是爱过年，看到人客这么少，有摊贩拍算过年归去来休困。讲疫情严重的，就是拍算就讲卖话安尼啊。即马一直到过年，花椒市场无休困，毋过对摊商来讲，今年恐惊会真歹过年。记者陈嘉文、赖伟做屏东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受疫情影响，政府已经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是延到2月22才开学，虽望敢若延4天尔，也毋过对菜农来讲影响真大。专门要消化好煮营养午餐的菜色，即马是销无路，所以农业官、所以新竹县的农业处赶紧找机关团体来买来导销。中岛顿的菜色，逐项看起来拢足丰富，学生食甲真欢喜。新竹县总共有120间高中甲国小，营养午餐1礼拜有2摆，是使用在地有机青菜，总量大概7公吨。不过即马因为开学爱办4天，青菜有可能销无路。这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导致我们17到20号的原先计划性生产种植的那个有机蔬菜呢，没办法销售。这摆受到影响的青菜，原底按算17号开始采收，
真侪外仔早伫顶个月就已经种落去，若是无照时间采收，恐惊会拍乱雪落来种植。农会希望大家做伙来甲农民斗相共，以每公斤80元的价格来促销这一批大概3吨的我们的有机蔬菜，种类总共有10余种，我们采随机搭配也希望我们的各方的那个机关团体能够协助我们农民来共同度过这一难关。农会表示，原本的规划加减受影响，希望大家互相体谅。团结才通好度过疫情的冲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共享奥多拜当时行，目前台北市有3个业者在做，拢总有加万台共享奥多拜，也毋过停车位恶找，出现无地停的问题。手机摕起来就会使来租用机车，这是即马真方便的共享机车服务。民众若是有使用机车的需求，找到停伫路边的共享奥多拜，就会使随租随行。即马台北市总共有3个业者提供这款的服务。根据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统计，总共有差不多13000台的共享机车提供民众使用。但是台北市骑机车的人口本地就多，这个共享机车敢会甲因相抢车位？它有一车多人使用的这个特性，也是希望说民众可以减少私人运具的使用。那一些停车的需求也可以透过这个一车多人使用的部分可以降低。希望说他们能够持续去观察，说车辆不要有集中停放，或者是不要有久停的情形。不过记者是一个访问业者，是只有一间业者有伫咧甲想一种的车运去其他所在放。其他2间业者是无讲到有安尼处理，而且嘛有民众感觉共享机车是干那吸引无车的人，有车的人是无啥会使用。我觉得如果是有自己的车，就不用这个烦恼了啊。没有车的人需要这样子的服务了。大台北地区真的摩托车真的太多了，私人摩托车真的太多了。共享这方面，我觉得现在的人还是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想法跟概念。政府设共享机车，希望会当取代私人的机车。不过民众讲，经济状况也是无法度放弃私人奥多拜的原因。政府要设共享的生活方式，目前恐也是无遐尔简单。记者郭碧君、张玉水台北报道。镜头来国外，咱来关心疫情期间，将在国家拢有提出封锁令，限制民众袂使凊彩随便出门。伫上夜里，就有一家火野关袂牢，因规气搬去海面上生活，驶帆船去环游世界，因已经出门半冬外。船慢慢驶靠岸，博桑一个火野驶船环游世界已经超过180天。博桑自细汉就真爱大海，伊甲伊的牵手德马奇拢有10几年驶帆船的经验。几6年前就想要环游世界。2020年发生疫情，全世界伫咧对抗疫情，也过无阻挡因的决心。去年6月，因带6岁加8岁查某囝，驶这只15公尺长的帆船 Tea Time， 自克罗埃西亚出发环游世界。Az útvonal elég rugalmas, alapvetően az időbejárás befolyásolja mindig, hogy hol vagyunk a 因有经过意大利、西班牙、非洲的维罗角，搁在热浪中美洲，每到一个国家，拢依照当地检疫加隔离规定。有一寡国家听到因已经伫咧海上隔离几落天啊，愿意减少检疫期间，伫航行途中也拄到困难，像伫第4项就拄到6點鐘嘅暴風號。好佳在即間損失一台航班期間為前電話。Nekem óriási élmény, hogy több időt tudok a gyerekekkel tölteni, és nem azon, hogy este újra fáradtan hazaérek, és már nincs is erőm igazából játszani, köszönni se adott esetben velük, vagy vacsorázni. 因伫船顶嘅生活步调正班，開真濟時間互相鬥陣，因陪囡仔讀書、上遠古教學，都會看天頂嘅星，講故事，享受大海互因嘅驚喜。Úgy láttunk delfineket, vagy úgy ugráltak a hajó orránál, meg úsztak velünk együtt, hogy tükörsima volt a tenger. És a víz alatt is tökéletesen látszottak, tehát ez gyönyörű volt. Ez egy kora reggeli órákban volt, akkor mentünk Palermóba, ugye? Igen. Tehát az valami álomszép volt. 一個火野4個今年2歲已經到加勒比海東北部的聖馬丁島，後一站會去巴拿馬運河。因講旅程拄則開始，也個打算要去太平洋、印度洋等地區。未來5到6年會繼續以大海為家，一直到完成夢想。公視新聞徐焕玲編輯。
伫法国是有一个106岁高龄音乐家，伊伫厝内拍拼咧练钢琴。伊拍算要伫4月份推出伊个人第6张的专辑。另外伫英国是有一个70岁阿公，伊挑战各尊仔渡过大西洋。这个比赛是比赛当中上侪回选手，伊嘛替失智症的协会募到65万的英镑。老阿嬷的手伫钢琴顶连活弹奏，规个人沉醉伫优雅的钢琴声中。因为防疫，每一个国家长期期间防疫限令，引起袂少人的不满。法国这个106岁古典钢琴家克莱特梅兹，伊伫厝内勤练钢琴，准备4月要出个人第6张专辑。La vie, faut la regarder. Sans ça, on reste coincé entre deux portes. Pas la vie, c'est beau, c'est tout. Sans arrêt. Dès le matin, regardez les nuages, regardez. Il faut aimer. 1914年，伫克莱特出世，4岁就开始学钢琴。因为家庭教育真严，互伊将成长的过程，因为欠缺的温暖，拢用伫练钢琴。随着年纪愈来愈侪岁，为了保持身躯流亮，所以勤练瑜伽，甲做剪头操。伫伊后生的眼中，克莱特的热情甲心识，会当激励真侪因为病毒甲失智的人。同款用行动鼓励别人的，还有70岁法兰克·罗斯威尔，伊为了协助英国阿兹海默研究协会，募款100万英镑，甲来自全球各地55个选手，同齐参加2020年泰斯卡威士忌大西洋的挑战赛。高手爬船穿过3000英里的大西洋，伫当地车落到目的地。Representing Alzheimer's research, 70 years old. 为了这个比赛，法兰克事先训练18个月，为去年12月12为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出发，经过56天2点钟过41分，爬过相当是4828公里的路程，伫车拉到终点安蒂卡岛的英吉利港，毋但是比赛当中年纪上侪岁选手，到初七为止，也为协会募款64万8千英镑，将近2600万台票。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即阵医疗科技进步，美国有一个20岁的少年家，2当前因为车祸面容受伤，嘛失去双手的手指头啊。半当前，伊接受面部甲手部移植手术，成做全世界头一个同齐进行这2项手术又个成功的案例，准备要展开全新的人生。Isn't that great? Open your mouth real wide. Good. Close your teeth. 对掰开或者是笑一个，这个动作对一般人来讲真简单，不过对半年前才做过面部移植手术的迪米欧来讲，就敢若是囡仔同款爱自头开始学。I can feel when someone touches it, and it's really it's like surprising for me when something new touches it or I touch something new, and I can feel it for the first time. 出代志真正的迪米欧本来是一个缘投仔送，不过2018年7月迄场家己弄电火条的车祸，规身躯83%度严重烧伤。好在在边有人经过该救出，才甲命救大。不过命严重毁容，双手的指头仔也保袂牢，要经过20几遍的重建手术。复原的程度拢无法度互伊满意，最后伊决定要接受移植。一帮40岁医护团队替伊做23点钟久的手术。We wanted to give him not only an operation that made him look better, but it ultimately had to work ideally, especially with the hands. 伫手术了这半年来，复原的情形真好。医方顶礼拜正式对外宣布手术成功，也创全世界第一件同时进行民间手部移植成功的案例。Well, now I can, I wake up and I can eat breakfast for myself, and I work out on myself. Even on my days off, I still work out. I like to be active, and I'm almost there to normal living again. 你经过人生重大改变，22岁迪米欧坦然接受换变了的新人生。伊讲只要勇敢向前行，未来就无限的可能。公司新闻陈慧品编译。天气报道在，做伙关心今仔日桃园以北甲东半部有短暂阵雨。伫方面，明仔载会挖进咱台湾，全台湾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到30暝中昼进前，雨拢会较粗。若伫过年期间，西半部、中南部、金门、马祖、澳大蒙可能会影响能见度，所以要洗车乡亲爱细致。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0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顺心，咱再会。